成日聽人講補鈣，人人都知道鈣好重要，但係點解有人日日飲牛奶、食鈣片，骨質依然流失？好大可能係你補鈣嘅方法錯咗。第一，冇 D3 幫手，鈣呢係比較難入骨嘅。維他命 D3 就好似鎖匙咁，打開儲存骨本嘅大門。如果 D3 補充唔夠，你食幾多鈣都難以吸收。因為 D3 可以顯著地提升小腸入邊鈣嘅吸收率，幫助引鈣入骨。第二，缺鎂同鋅，鈣就會去錯地方。因為鎂同鋅可以幫助鈣質沉積喺骨骼，而唔係堆積喺血管或者腎臟。而鎂更加可以幫助放鬆肌肉同埋神經系統，鋅就有助去促進膠原蛋白形成，以維持正常嘅骨代謝。所以科學補鈣就唔係單純食鈣，而係要鈣、鎂、鋅、維他命 D3 四管齊下㗎。卓盈芳超級強骨增高鈣4合1配方，一粒蘊含4大嘅強骨固本成分，幫你真正實現科學補鈣，撐起骨骼健康。